我哋就要睇下 Ethereum 啦。咁 Ethereum 啦係由一位年輕嘅天才 Vitalik 喺2015年推出嘅。咁 Vitalik 本身係一個比特幣嘅支持者，但佢覺得比特幣咧唔夠靈活，淨可以轉帳啦，唔可以寫邏輯，又唔可以建一啲應用啦，所以咧佢就創立咗 Ethereum 啦，一個咧可以 code 嘅區塊鏈平台。Ethereum 嘅最大特點就係可編程性。首先，佢支援一種叫做 Solidity 嘅編程語言，可以寫 if、else、loop、計算、觸發條件等嘅邏輯啦。然後咧，佢又用 EVM（Ethereum Virtual Machine） 去執行呢啲咁嘅邏輯，確保全球每一部節點電腦執行嘅結果咧都係一模一樣嘅。咁永遠每段寫完嘅邏輯之後咧，就會變成一份智能合約 （smart contract）。咁放喺個鏈上面，永遠都唔會改，人人都可以查，人人都可以互動，但冇人可以改。咁所以 Ethereum 嘅理念就係信 code 唔信人，你唔需要相信對方會還錢，你淨係需要寫好啲條件。如果對方準時還錢嘅話，合約咧就會自動咁退押金啦，遲咗就會罰錢咯。咁樣啦，對方就唔會喺度賴皮啦。咁系統咧就會自動幫你執行。Ethereum 啦，亦都唔係淨係一隻幣，而係一個平台，一個去中心化嘅應用世界。咁比喻嚟講，如果 Bitcoin 係數碼黃金，咁 Ethereum 就係去中心化嘅 App Store。其實佢提供咗運行環境 EVM、資產系統 ETH、法律合約，我哋所謂嘅智能合約啦，同埋金融嘅邏輯，例如 DeFi、NFT、DAO 呢啲咧都唔係吹水，其實已經有成千上萬個應用喺 Ethereum 上面跑緊。無論你想整一個 NFT 市場啦，或者一個 DeFi 嘅借貸平台，或者一個社交網絡，你都可以喺 Ethereum 度寫合約、寫條件，部署喺鏈上面，全世界嘅人都可以使用。